这一周，我妈妈能在这住一个晚上吗？你妈妈？因为哥哥那边有点事不能住了，所以不得已才跟我说的。我也特别不想跟你开口。你之前说，我妈妈跟你妈妈是朋友。啊，阿姨来住可以，但是呢，我希望以后不要再提起有关于我妈妈的事儿。我以后不会提了。哎，雪姬，你说，到底怎么样才算喜欢一个人呢？恋爱是件很难说的事儿，有时候喜欢上一个人，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。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却陷入爱情了。那你跟世一是因为梦境的原因，你才喜欢他的？吃饭吧。喂，陶德。我知道了，马上过去。去哪儿啊？饭都还没有吃完呢。对，吃饭。小姐，请坐。这么着急叫我过来，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说呢？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呢，小姐以后不用再参加任何露脸的活动了。慈善活动那边我已经帮你打理好了，记者那边呢也打过招呼了。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处理这事儿。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是，李克你死了。还学得懂吗？努力学的话是能学懂的，不过感觉还是有点困难。那要不然，我们去喝杯咖啡吧，不懂的我可以教你。江淮，这是阿英，我高中的校友。江淮，你现在是要回家吗？要不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吧？那天的事儿，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妈妈今天来了，我得先走了。啊，江淮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明天见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替他跟你喝一杯咖啡。好啊，你跟江淮很熟是吗？房子可真好，没想到你住这么好的地方。这又不是我的房子，我也只能做些家务来抵房租的。哎呦，我看这房子这么大，空房间肯定很多吧？你住这么好的房子，你咋不把你哥叫来一起住呢？怎么能叫哥哥来住？我也是在这打工的，这是雪姬的房子。哎。你说叫雪姬的那个孩子去哪儿了？他出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哎，那你说她真的是善爱的女儿吗？就是被领养到国外的那个。我问过了，他说他叫李雪姬。哎，领养的那家很有钱吧？哦，对了，我知道啊，她是善爱的女儿之后，
把他妈妈的遗物都带过来了。遗物？哦，也就是些相框，还有一些相册什么的。哎，这是我和他妈妈上学时候照的照片，我都带过来了。哇，我看看，这是雪姬妈妈呀。是啊，和雪姬长得好像啊。是吗？嗯。你妈妈休息啦？哦，妈妈每次都睡得很早。这是妈妈拿来的东西，说是你妈留下的遗物，有照片。照片？原来她那个时候长这样的呀，真好。果然，照片是回忆过去最好的方法呢。我们也照一张吧。算了吧。我们的认识也算是值得纪念嘛，就拍一张，就一张。好吧。来，1、2、3。哇哦，把它热一热。好。那我就走了。哎，雪姬呢？她还没起床呢。哼，是不是在国外长大的呀？这么没礼貌，长辈要走了也不出来送一下。雪姬，我妈妈要走了。我妈妈说想跟你说声谢谢，打个招呼。你好呀，江淮妈妈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生活作息不太规律。哎呦，要不是你这么年轻，我还以为你是善爱呢。哎呦，你跟你妈妈长得太像了。你不知道啊，我跟你妈妈以前关系可好了。后来呀，听说你被领养了，我还一直担心，怕你顾不好呢。现在看来，你住这么好的地方，我也就放心啦。谢谢阿姨啊。那阿姨您慢走。哎，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跟他说话也带搭不理的，是不是有钱了瞧不起咱们啊？没有了，雪姬的性格就是这么随性的。没睡醒吧？妈，你理解理解，下次好好聊吧。啊，行，那我走了。对了，江淮，我可能要出去一趟。我不在的时候呢，打扫卫生不要偷懒啊。什么时候走啊？去哪儿？今天去法国，我哥哥去世了。啊？生病吗？还是事故啊？怎么会？据说是交通事故。哦，那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还不知道呢，得去了之后看看情况再说。哦，对了，我不在的时候呢，我有个朋友要过来，你就让他住在2楼的客房，帮我照顾他一下啊。朋友？就我之前跟你提起过那个春山。啊。哦。小姐，公司运转的还好吗？运转得很好。小姐的财产稳步增长，慈善晚宴那边的事情我也已经帮您处理好了。之前小姐捐献的款项已经全部投入使用，他们希望能见到捐款人，对你表示感谢，我已经替您拒绝了。好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
还有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关于李克尼的死。好，还有呢？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其实李克尼的死是因为酒驾，并且呢，在尸检里检测出了安眠药的成分，所以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尚未确定。第二件呢？最近我发现，有人一直在悄悄地用尽所有媒体的力量打听你的消息。是谁呀？这个目前还在调查之中，没有什么线索。对方应该是一个很显赫的人，所以抹掉了一切调查痕迹。薛吉，虽然我知道你是为了宋柯尼最后一程才回来的，但我还是很高兴能在家里再见到你。毕竟，名义上我们是母女。是吗？我可不想和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当母女，我怕溅我一身，太脏，很难擦的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你死了，你不是应该比谁都清楚真相吗？他死了，属于他的财产都归你了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赌吗？因为他们一旦上了赌桌，赢了一点之后，就想要赢更多。可实际上，不管他们赢得再多，他们都不会收手的。回国以后，你说话真是越来越没有礼貌了。你说过，让我不要招惹你，所以我没有再招惹过你。至于别人，你也要管吗？你以为你得到了这些就会满足了是吗？就会收手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不会的。你得到了很多，就会想要更多，你就会把手伸向更长的地方，你永远都不会停下来的。也许你说的对。但愿你别把手伸到我这儿来，不然的话，我说过的一定都做到。奇怪的号码，是诈骗电话吗？切，喂，是江淮吗？干嘛挂我电话呀？我是江淮没错，可你是谁啊？我说今天要来的，可是你家里没人。啊，你是春山先生是吗？是，你快点回来吧。行，我现在马上就回去。我可能要15分钟之后才能到家，你能在门口先等我一下吗？好吧，快点啊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回去啊。
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打了一天工，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刚刚结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好吧，算原谅你了，走吧。你的房间在2楼，我平时出去的早，回来的晚。哦，这附近没有什么吃的，如果你想要吃饭的话，就自己去买点菜做吧。哦，对了，雪姬说她把她的车钥匙放到你的房间桌子上了，你要是出去的话就开。好。终于想起来找我啦！听说你哥哥去世了，想给你发个消息安慰你一下，但现在看来，好像没有那个必要了。啊，我还好，我不难过。所以失去亲人这种事情你都不难过是吗？对所有人都是轻描淡写，没有感情是吗？如果有一天，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你也是这样的。我不会允许你发生这样的事情的。好了，我要去训练了，挂了。你干嘛对雪姬小天使说话这么冷淡啊？就是，我生气。你俩生什么气啊？为雪姬小天使生气？这么好的女孩子，难道不应该捧到天上吗？你这态度也太差了吧！哎，行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她什么样，明明喜欢，就是别扭。喜欢就说喜欢啊，哪有人喜欢人还这么冷冰冰的？往里走。这边请。哎，你们过来。这位是林小姐，也是公司的董事，还没打过招呼吧？你们现在能站在这里，都是因为林董事。你们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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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顾诗一是吧？表现很好，让人过目不忘。谢谢。看你们刚刚聊得那么开心，是在说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啊，在说顾诗一喜欢的女孩。哎，你们3个啊，马上就要出道了，还不好好练习？说了不准谈恋爱，不准谈恋爱。连想都不行。公司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你们，你们想想，你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谈恋爱的吗？对得起父母吗？对得起公司吗？对得起我吗？对得起我们林董事吗？对不起，社长。对不起，林总。没有关系的。练习生也是人，未来的艺人也是人嘛，有自己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，只要不影响工作就好。有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有机会我们可以认识一下。
那我先走了，你们好好练习。林多请，你们3个。太后，快扶住我！又怎么了你？我陷入了爱河，站不稳了。陷入爱河？不行不行，林董这么美，还这么善解人意，我要让他夸我。我也得让他夸我，夸我，夸我，我。科尼出车祸去世了，在他生前，我最疼爱他，跟他的关系也最好。据他的律师说，他的遗嘱上面写着由我来继承遗产，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吧？哼。我有异议。你有什么异议？你拿了10%，难道还在乎这一点？我不在乎那点钱，我在乎的是谁拿了那笔钱，他用在什么地方。如果被害者知道凶手拿了自己的钱，估计九泉之下都不会瞑目吧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怀疑我跟柯印的死有关系？真是可笑。我跟他可是一家子，情同母子。更何况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了警方的调查。柯尼出事的时候，我正在购物。好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据。可是案发当天，你明明知道他开车，还调走他司机，让他喝了那么多的酒，还让他吃了安眠药，害人之心昭然若揭啊！你那么脏的手，好意思拿那笔钱吗？你也很干净是吗？你天衣无缝是吗？你认识张敏之吗？一个在孤岛上生活了那么多年的人，怎么会认识他？况且还是老朋友。因为是我介绍认识的。刚刚讨论闵夫人对吧？没错，是我介绍认识的。闵夫人听说世宗有个养女，于是在去岛上的那一年，托我带礼物给雪姬。我跟雪姬约好了去大峡谷，先走了。对了，雪姬是世宗集团最大的股东，柯尼的遗产也是属于世宗集团的，所以刚刚股东会开会决定，他的遗产会全数捐献给社会。以后李家只要有任何人死亡，遗产都会捐献给社会。这是股东会的决定。阿姨今天走了吗？是的。啊，你刚和雪洁联系上了吗？我为什么要联系她呀？出道的日子决定了吗？还没有，应该是在春天或者秋天之间吧。记得给我送签名 CD、演唱会的门票，以及所有家属能够体验的优惠。没问题。我最近发生了很多事，你听了可能会吓到。是因为雪姬吗？所以过得很累？
其实反而倒相反，雪姬对我很好，遇到她我很开心，房子也住得很舒服。喂，啊，阿英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在。什么？你也在附近吗？不行，我现在有朋友，是你不认识的朋友，你过来不太方便，我们以后再谈吧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早跟你说不要联系他了吗？我没有啊，要不是因为你，他怎么会找我啊？江淮，天哪，原来你也在这儿啊！连顾诗音也在。你刚才电话里不是这么说的呀？你一个人吗？没有啊，和朋友啊，而且是你很要好的学长。你们现在很熟吗？他就经常问我要不要一起看电影啊。那你们先好好玩吧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他们以前有在一起过吗？这种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了，不过两个人的关系好像很近，听说他们最近还有同居。同居？江淮不是说她从来没有找过男朋友吗？怎么就同居了？好像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吧，就搬过去跟3个男生一起住了。哎呀，我本来答应过要帮助他了，结果他宁愿跟男生一起住，也不愿意过来跟我住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。哎呀，这种事儿不要放在心上了。兴许他搬过去是跟别的男生一起住，有另外喜欢的男生呢。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，是我告诉你的。不要不开心了，走，我们看电影。你干嘛？谁惹你了？失恋了。有一个人，我觉得他就是我人生中的煞星，不管我在哪，他也在那儿。你朋友啊？不是。以前是吧？我在哪个学校，他也在哪个学校，我喜欢的男生也喜欢他了。前几天他还跟我说他羡慕我，搞笑吗？就因为羡慕我，所以要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抢走吗？再说了，我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又没有钱，家庭环境又不好，还没有谈过恋爱。可能是他自己觉得比你优秀，但你比较幸运吧？应该是吧。不对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变相贬低我吗？没有，幸运也是有原因的，对不对？你比较可爱。你这话说的真棒，我现在去多换几套衣服，让自己变得更可爱。雪姬怎么啦？喂，什么情况呀？我不是说让你把家好好打扫一下吗？怎么我这2天不回去更乱了？哎呀，不是啦，我就是找个东西啦。你干嘛开视频啊？噔噔噔噔，我知道你看不到，所以给你看看这边的美景呀。你也在故意气我吗？你知道我多想去外面玩啊！好啦，下次带你一起去。气你？还有谁也气你啊？春山吗？你跟他相处的不开心吗？也不至于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要告诉春山吗？他说你一直不接他电话。再过2、3天就回去吧。哎，为什么你朋友都跟你一样，无所事事，整天待在家里？反正你尽可能快点回来吧。我知道了，拜拜。
不是说无聊吗？来这种地方玩岂不是更无聊？不无聊啊，之前就一直想来看看，正好趁这次回去之前有空。你不觉得很神奇吗？这些薄薄的断层居然有数千年的历史了。你看看它就知道它有几年的历史吗？不，听说每次做学术研究的时候，这个断层啊都会年轻几十年，因为以前科技不发达，所以以前的人总是会高估他们的年龄。你所看到的数千年，可能只有几百年而已哦。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只知道，和他们相比，人类的生命显得特别短暂。我就是来看这个的。如果你能活1000年的话，你想做什么呢？环游世界啊，火山口、海底、太空，我都蛮想去的。唉，只怪现在工作太忙，要盖一个新的酒窖。如果能活1000年的话，很多酒都会成为传奇。你会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吗？现在有太多的人，连一辈子只爱一个人都做不到，何况是1000年。珊珊，能再见到你真好。走吧。夫人，没错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赶快给我办回国手续吧。什么？现在回国？太危险了，夫人。现在出去的话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，随时都会倒下。我说我要回国，不管怎样，没理由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办吧。还有，多花点钱，给我找一个嘴巴紧的看护过来。另外，到医院去多领点止疼药。那东西对我们这些活不了几天的癌症病人来说，还是能起点作用的。怎么了？要不要喝点热水呀？雪姬，你觉得活着幸福吗？怎么我一回来你就愁眉苦脸的？我觉得活得好辛苦啊。喝这么多酒，喝醉了？你有没有想过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？有什么梦想，或者做什么事情？你有那么多钱，所以不管做什么学什么都可以吧？可是我并没有成功的想法啊，而且我跟你的生活环境跟经历也不一样。你是说，像我这样的凡人，是理解不了你那种世界的？啊，也是。你那么多钱，即使一辈子吃喝玩乐也没有关系的。没关系啊。
但其实，一辈子什么也不做，像个废人一样生活是一种选择，努力生活呢，也是一种选择。你没有成功的欲望，也是，你拥有所有东西，所以连成功也觉得没有关系。所以，你想跟我交换人生吗？你笑什么呀？我在笑，怎么才能让你更开心一点啊？好啦，仅限2个小时，我带你出去购物，随便买。真的可以随便买吗？突然感觉到不在乎失恋了呢。学生们，今天没有试镜了，等下次有公告的时候再来吧。啊，不是的，我不是来试镜的，我来找顾十一。原来是粉丝啊，不要来捣乱了。顾十一是不会见你的，走吧。那他怎么才能见我呢？简单，你不是粉丝吗？给你偶像多花点钱啊。好，那我投资这家公司可以吧？不要开玩笑了好吗？请你出去。麻烦你把这张名片交给你们公司可以谈投资的人，就说是艾丽莎委托的。等一下，我去跟社长报告一下。哎，雪琪，你说什么？什么投资啊？啊，我之前不是说想开一家经纪公司吗？就当是投资啦。啊，没头没尾的说什么呢？是个叫艾丽莎的年轻女孩。这是美国一家很大的投资公司啊。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是英华娱乐公司。因为有位叫艾丽莎的小姐说有投资我公司的意愿。啊，我想打电话确认一下。艾丽莎小姐，你好，你好。久仰，久仰，久仰。您这边请。慢点啊。你们是不是有个叫顾十一的男孩要出道了呀？哦，原来您对他们那个组合感兴趣啊？不是呀，我只对顾十一一个人感兴趣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我们继续谈项目合作的事情吧。艾丽莎小姐，我以后可以经常见到顾十一了吧？实在不好意思。去法国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处理完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去了一趟大峡谷，觉得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留下来的东西格外珍贵。顾十一，如果你能活得跟他们一样久，如果你能活上1000年的话，你想做什么呀？我不想活那么久，独自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应该会觉得很孤独吧。但如果与爱的人，其实只要在一起1天，也抵得过孤独的上千年吧。雪姬，你看，好漂亮。南山，
如果你能活上千年的话，你想做什么呀？我不想活那么久，独自一人活在世上，会很孤独。可如果和你在一起的话，即使只在一起一天，也抵得过孤独的上千年。不是一，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像你这个样子，将来正式登台，肯定要出问题的。对不起，昨晚没有休息好。来，你们大家都休息一下。你本身的资质是不错，公司也在重点培养你。但是你今天的表现实在是太差强人意了。你刚刚出道，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，别自毁了前程啊！休息一下，半个小时以后继续。这几天状态不太好吗？对不起啊，这几天睡眠不好，状态也不好，我会尽快恢复的。失眠是因为生活被人打扰了吗？不是。有些人的出现，你真的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。不过还是好好坚持练习，准备出道吧。花在你身上的钱可不能白花，希望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你这张脸。张敏之是淋巴癌晚期，医院的治疗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救治。听医院的人说，他对自己的病情非常理智，知道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就提出了出院请求，说是在剩下的时间里到世界各地转转。他现在人在哪儿啊？3天前去了您所在的城市。知道了。他出现在那里会不会对你有影响？没有。还有其他事吗？那些账目，小姐您过目了吗？那些事儿你操心就好了。是的，小姐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是谁？我家里很穷，放假我没有用的。所以你和艾丽莎小姐一起住了4个月。啊，是的。但是现在是不是应该先表明，那边那位是谁啊？那位是敏夫人，跟艾丽莎小姐的父亲有很亲密的关系。现在想要联系艾丽莎小姐，但是音讯断了。所以想要电话号码吗？那我给您电话号码啊。不用，与其这样，请问您方便现在帮我们通电话吗？打电话？
好啊。喂，雪姬。嗨，艾丽莎。你是谁？我叫阿敏，还记得吗？我想见你，地方由你来定。任何地方我都会去的。如果你不想让我把你的事儿告诉我身边的这位女生的话，你就不要想着再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希望能和你见一面。你真幸运，能和雪姬这样的人交朋友。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，对不起。要不现在送您回去吧？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如果以后还有事情麻烦别人的话，就不要用这种方式了。拜拜，拜拜。回来了，江淮。怎么突然来接我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跟你随便散散步。走吧。那个老婆婆，她为什么给你打电话？她说那话什么意思啊？而且她为什么想见你？然后你又不想见她？有什么事是不能告诉我的吗？她呀，是我养父的一个朋友，上辈子的恩怨呢，我不想太理会。我是你朋友，我不会给你造成任何负担的，但我想知道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想知道你有没有遇到麻烦。怎么突然这么爱我了？这次有人扣下我，逼着见你，心里感觉不是很好，我很害怕你离开。江淮，你有什么愿望吗？什么？你之前不是说想谈恋爱吗？现在这个愿望应该已经实现了吧？没有，我和春山不是那样的关系。哎呀，好啦，我又没提春山的名字。那个愿望呢，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，所以你再重新想一个吧，我帮你完成。为什么你总是问我愿望？可能是看在你那么舍不得我离开的份上吧。我就随便问问，你要想不出来就算了，机会只有一次哦。你一直这样说，就好像你是我的精灵神灯一样。我本来就是你的神灯啊。记忆中的阿姨，也就是你妈妈，跟你说的话一模一样。是吗？怪不得别人都说我跟我妈像呢。哎，那个人在那边做什么啊？哎，那个人不是世一吗？世一。嗨，世一，你在这跳来跳去做什么啊？我锻炼啊。为什么在这儿锻炼啊？这离你家很远呢。空气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世一。我们买了点水果跟蛋糕，要来我们家一起吃吗？
好啊。你们邀请我的。走吧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刚运动完。原来你还在坚持运动啊，怪不得身材这么好。他是谁啊？他是雪姬的朋友，叫春山。以前我没发现嘛，春山你的身材还不错哦。我去切水果。好。哦，我去给你们拿蛋糕啊。公开赛王，还是从世界锦标赛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型比赛，但是这样一个中国乒乓球大奖赛，王励勤对于冠亚军都没有丝毫的一种你是江辉朋友啊？放弃。我还是雪姬朋友。他还在我家住过。其实今年王励勤已经30岁了。这次也是他邀请我来的。哦，原来这样。哦，他还送给我礼物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不是这个，没什么。我走了。拜拜。你不走啊？我不走，我住这儿。我想大家都看到了，虽然这球吧，其实王浩稍微上不一点，因为王浩的经历和王浩的激情在中国应该比王励勤稍稍好一点。算了，不吃这个。这么大人了，为什么要住别人家？是让人无法拒绝的类型吗？是让人很喜欢的类型吗？喂，社长吗？这2天总有人跟踪我，好像是个女的。那你看清楚她什么样子了吗？你知道她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好吧，那我去打个招呼，你自己多留意一下啊。怎么了？好，没事儿。顾十一这孩子呀，打电话跟我说他被跟踪了，估计是私生粉。哦，这样啊。那叫他留意一点吧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是谁回来了吗？叮叮，是你呀？怎么？因为我不是你等的那个人，所以不开心？没有啊，进来吧。真好吃。哎，你每次都从哪儿找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啊？厉害吧？搬到这里还习惯吗？挺好的。这里风景好，环境也好，江淮做饭也好吃，有机会你可以尝一下。雪姬，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。其实原本不想跟你说的，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点利益都没有。不过为了你，我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最近我安排的保镖跟我汇报，世一一直被跟踪。世一被跟踪？为什么呀？像世一这种还没有出道的练习生，以商业角度来讲，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。不过世一是你一直要找的人，所以恐怕这个人是想拿世一来威胁你。威胁我？想要钱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你想做什么？
我想见你，场所由你决定，不管哪里我都会去。我想我大概知道是谁了。人为了活下去，还真是不择手段。我会留意的。雪姬，你是不是没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事情？当然有啦，怕黑，怕吃不饱，还有怕失去想要珍惜的人。你呢？才不要跟你说呢，说出来你一定会笑我的。是什么呀？是害怕一个人待着，所以找了个司机开车，所以一定要有助理跟着。就算是一个人睡觉，外面也一定要有人守着。看来你以前应该经历了很难熬的事情吧？所以啊，以后呢，你就把你想去的地方都去一遍，想做的事情都做了，以后的人生可以活得自由一点。走了。嗯。我今天想一个人回去，你走吧。爸爸电话没人接，可能在忙吧。偶尔会手机啊。哎，小怀。怎么了？你手机为什么安装定位软件？这个软件很危险，被坏人拿去怎么办？什么定位软件啊？你看，这个。我知道是谁了。谁啊？你干嘛去？去找装软件这个人啊。你等会儿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怕你受欺负。走啊！傻笑什么？这个是你做的吧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在我手机上装定位软件的人是你吧？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呀？我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？我说你之前怎么都知道我在哪里？所以上次我跟顾世一见面的时候，你突然出现，就是因为你在我的手机上装了定位软件。说到顾世一，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？抢走顾世一这件事儿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你怎么那么喜欢跟我抢？是不是因为我抢走了你男朋友，所以你就找这种证据来污蔑我？我没有，你没有。
这是你写给我男朋友的信吧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写情书？你省省力气吧。学长，你带我去看的电影我都很喜欢。你说我的人生一定会有 happy ending 这件事，我也是非常的。我知道我和我女朋友很相爱，但是当众读我们信这件事儿，不太礼貌吧？你是？我是江淮的男朋友。他怎么会有男朋友？我们江淮很受欢迎的，好不好？要不是我下手快，你男朋友都不一定追你。他之前明明喜欢的是郑贤。可能我比那个人更有魅力吧。好，走吧。对了，信我就收回来了，下一次不要再偷东西了。江淮，你刚才干嘛那么说？你干嘛插手我跟他的事？怎么了？说我是你男朋友，让你丢脸了？我只是很生气，你干嘛每次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你这样我很为难的。我不是怕你受欺负吗？不感谢我就算了。受欺负？你知不知道？我刚刚在来的路上把所有台词都想好了，我想帅气的反击他的，可是你把我的风头全抢了，所以我能不生气吗？那我下次不了。其实刚才还可以的。什么？刚刚的你有点帅的。你这反射弧也太长了吧！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赢了漂亮的一仗。